海委会主委关佩玲去太平岛主持草案，和越南抗议。关佩玲回应守护主权绝对袂退让。马斯克和 OpenAI 违背非盈利的使命，改做商业利益，要求赔偿2500亿的美金。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海委会主委关佩玲去到南沙太平岛主持南湾9号的草案。说起后，越南来抗议，讲侵犯因的主权。也针对这件代志，关佩玲是回应讲，守护主权绝对袂退让。佮看伊甲海巡人员去到中州岛亚国旗的相片，也这是让14冬以来，佮再有部会的首长去到中州岛，这是引起关注。因为中国、越南甲菲律宾嘛拢主张因有主权。也关佩玲会当讲是徛伫南海这国主权争议的上争线。海委会主委关佩玲去南沙太平岛主持南湾9号草案，引起越南抗议，讲反对南沙甲西沙群岛进行外国活动。关佩玲严正回应，守护主权绝袂退让。近年来，我们的救援案件大约是有54次之多。我们经营南海的这个战略。展现的就是这样的国家的高度，捍卫主权的事情就是我们坚定的立场。关佩玲又抛出甲海巡人员到中州岛亚国旗的相片引起关注，因为这是过14年个部会首长到中州岛。2012年，这时阵讲会秘书长胡文新甲内政部长李鸿源去中州岛勘察的时阵，也把升国旗宣示主权。中州岛是小型无人船乌岛，海水退流时阵露出面积6000平方公尺，湾流时阵干那100平方公尺。伫南管辖的太平岛甲越南正领的敦咸沙洲之间，南回2000年以后，实际控制中州岛，甲即马目前无任何人工建筑，包含中国、越南甲菲律宾也拢主张有主权，因为这是南海真一国家主权。下所的定大区，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我们对南海主权的一个伸张，以及在南海部分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实质上面的控制权啊，希望能够借此来取得。你不能够忽视台湾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要不然到时候在所谓的南海地区可能会有一块空白，因为那个地方是台湾实际上面控制的。学者指出，南湖南沙群岛内底天然形成上大岛屿太平岛，同时经营中州岛，显示主权以外，也显示台湾参与南海议题合法性，而且用人道救援、科学研究加生态保育贡献，甲定定伫南海引起争端的中国做出区隔。记者综合报道。台美对顶无一协定，也未定案，外界是烦恼讲未来美国土豆若是唔免扣关税，会影响到本土产。分县长张立先昨就批评讲，这是牺牲农民的权益。也农业部长陈俊贵早起是讲无认同这款抢税台湾的话。也有立委就质疑讲啊，若是伫咧台湾用美国土豆做土豆酱，产地是表示台湾，也这敢嘛是生产地。香港讲的土豆汤、土豆酥，这就是台湾人惯习搁介意的台湾味。未来美国土豆有可能以零关税进口，引发产地飘逝甲市场冲击的讨论。面对外来竞争，产地这边嘛咧想讲爱安怎应用。无论是台湾的土豆农也好，台湾的这做土豆业者也好，爱甲台湾的迄个土豆，迄个价值观一定爱当讲用标示来会当提升迄个本身价值。云林是台湾土豆主要的产地，县长张立先批评这是白图。农业部长陈俊贵回应，无认同这款看台湾无的话，中央甲地方计空交会会有味真重。身为农业县的县市首长，用这样的话去唱衰台湾农业，我其实不是很认同。那农业的议题不应该当作被政治操作的一个议题。我身为农业大县的这个首长，我为农民发声。没有错吧？有什么错呢？而且呢，这不要什么事都泛政治化，跟政治完全扯不到边。有立委积极伫现行法规之下，进口土豆伫台湾加工做土豆酱了后，就当表示台湾有生产地记录，嘛摆脱本土市场。对此，陈俊贵强调，原物料形态已经改变，属于实质转型符合规定。答应除了协助本土土豆产业升级转型，未来嘛会打造台湾土豆的品牌。这是现在的食管法规定的，它进口来之后，它在台湾加工，它就变成 Made in Taiwan， 这才是真正的
的洗产地。我们也会去争取所有的国外进口的花生，它的原产地一定要标它的原产地，不能标台湾。国产土豆优势是青、炭卡架个底，口感甲芳脆嘛有咱的特色。农业部希望用价值战取代价销战，不过伫贸易大门拍开了后，安怎透过精准的产地来源辨识，让消费者伫买物件时通选择守护在地价值，嘛可见政府的执行力。记者综合报道。好，即马美国是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也伊朗是强势监控荷姆兹，甚至是攻击靠亚船只，致使荷姆兹海峡这个局势是愈无稳定。目前有数百架船，超过2万的船员掉伫咧海上，生存面临威胁。原本无用试试的荷姆兹海峡，即马是袂当过去。根据统计，英国每一天拢有超过130台商船过去，啊，毋过冲突到呾，流量已经减少4成，900只游轮也有货船就掉伫咧波斯湾海峡。Kami di sini sudah 1 bulan, dan begitu kemarin kita di sini sempat ada serangan drone. Pertama, waktu saya baru tiba di sini, tanggal 3 di pelabuhan, begitu sandar ada serangan drone, cuman tidak tahu drone dari mana, cuman saya dapat infonya dari Iran. Itu dia meledak di dekat tangki full oil, dekat kapal kita. 虽然停火协议延长，啊，毋过局势是还无转好。美国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伊朗嘛强势监控海峡。对着航运的业者来讲，大概过拢亲像咧跋筊，若无经过允准，保险公司可能就无要赔。Ada kapal yang mau masuk sama kapal dan keluar, dan itu ya banyak patroli juga. Jadi kita selalu dimonitor, dan untuk di sana masih tegang sih, tidak ada berani yang lewat masih. 因调伫咧伊朗的领海甲4个围仔的港口，若安全是威胁，生存嘛是考验。Earlier, before ceasefire, there was so many issues raised by the seafarers that there was shortage of the food, and some ships started rationing of the water nearly 2 hours in the morning, 2 hours in the evening, and including the major failure was the seafarers was not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family. 联合国甲国际海事组织真侪届呼吁爱建立安全走廊，啊，若目前大多数的商船嘛是正軛过去。对着这2万外的家庭来讲，只要美伊继续封锁这几口罩的三顿，就真正爱继续烦恼。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来讲，韩国的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动用特殊手段妨害执行公务这个案件，二审是宣判关7档。尹锡悦被指控去年1月动员总统警卫处的职员妨害公调处执行拘留令，涉嫌动用特殊手段妨害执行公务。敢若就一部分的国务委员举行国务会议来讨论紧急戒严，涉嫌滥用职权，也伫戒严解除了后，无相关的文件，想要替实施戒严提供正当的依据。再个甲文件销毁，涉嫌伪造公文，一审法院是判5档。不过负责调查内乱案的独立检察组是建议判10档，二审法院是维持一审有罪的判决，也甲一审判无罪的大部分改做有罪。英国的国王查尔斯3世4月27日是访问美国的华府，昨去到国会演讲。查尔斯3世指出讲即马全球是无确定性，也佫有冲突。望美国甲英国会当团结。英国国王查理斯3世2月伫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查理斯3世表示，虽然两国伫一寡外交议题顶悬立场无相同，啊，毋过两国的命运是牵做伙，呼吁伫无确定的时代，大家都爱团结斗阵。啊，这嘛消透中东战争以来，美国甲英国因为立场无共款，感情愈来愈薄的问题。Whatever our differences, whatever disagreements we may have, we stand united in our commitment to uphold democracy, to protect all our people from harm, and to salute the courage of those who daily risk their lives
in the service of our countries. 查理斯三世伫演说当中对着川普去拄着枪击嘅代志表达关心，嘛讲暴力嘅代志绝对袂互伊过手。针对甲川普政府立场无共款嘅议题，亲像北约乌克兰，也佮有气候变迁嘅代志，查理斯三世嘛真客气向川普话话。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9/11, when NATO invoked Article 5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was united in the face of terror, we answered the call together, as our people have done so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shoulder to shoulder, through 2 world wars, the Cold War, Afghanistan, and moments that have defined our shared security. Today, Mr. Speaker, that same unyielding resolve is needed for the defense of Ukraine and her most courageous people. 伫国会演说了后，查理斯三世翁仔某去白宫参加国宴。川普致辞的时阵，学到查理斯的演说，连民主党拢足认同。Before we really begin, I want to congratulate Charles on having made a fantastic speech today at Congress. He got the Democrats to stand. I've never been able to do that. 查理斯嘛有伫咧白宫的布莱尼宾馆见科技业的头人，包括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乔比的执行长苏姿丰、苹果的执行长库克，也佮有兼阿法贝甲 Google 的总裁布拉德等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伫米兰冬季奥运为日本夺下双人花式出兵史上第一块金牌的木原良一甲山浦里来，昨伫东京开记者会宣布退休。因讲合作7档是已经尽全力完成所有的项目。木原良一甲山浦里来伫咧2019年开始合作，也即当中是称霸奥运、世界锦标赛、四大洲锦标赛，也有大奖赛总决赛，是达成难度极悬的金满贯。也这是木原良一甲山浦里来因两人经历侪挫折甲苦难，才拼来共赢。也即马因讲是已经无任何遗憾，未来要做教练，培训女子徛伫国际舞台摕奖牌的双人出兵选手。国际玫瑰舞蹈奖这项大奖，咱台湾的编舞家王武公是连2届入选灿凤奖，这个专为新人编舞家所设立的公营。敢若3个名额，这样竞争，咱台湾的作品会当连2届受到国际评审的肯定，是互主办单位真愕乐。And the nominees for the Blue Prize, Islands by Wang Ye-hun. 台湾编舞家阁进入国际玫瑰舞蹈奖的决选名单，意义重大。台团过程因讲是万众选择，由14位全球提名人为7大洲海选出42件作品，阁由国际评审团2轮严格评选，最后长篇创作的玫瑰奖干了4席，专为新锐编舞家设立的电凤奖，阁干了3个名额。伫安尼竞争之下，台湾作品因连2届夺魁，主办单位是真懊恼。王富讲，即摆入围作品多数是伊甲印尼舞者伫台湾甲印尼2个岛屿之间，找找人甲土地文化根源的深度对话。咱采访伫马来西亚巡演的王富讲，其实对我而言是很没有自信的，我得一直回来问自己，我的文化是什么，我的传统是什么，我的身体应该要跳什么舞可以代表台湾。因为印尼是一个有非常扎实传统文化累积的样子，所以在我们一起排练的某一刻，我好像突然理解了，也许台湾是一个这样的存在，在世界上少有的这么小一个岛屿，但可以包容着这么多不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深刻对自我认同甲文化反思，得到国际评审的懊恼。主办者找到了真正剧院伫全球舞蹈界创作甲展出规模，拢是全球第一。过去20年，协助超过200个作品登上舞台，遍布50外个国家。这奖项毋但是荣耀的光环，也互这作品摕到全球舞蹈主流市场的通行证。记者综合报道。马斯克去到法庭告 OpenAI。伊讲启动资金拢是家己出的，也成立 OpenAI，毋是要趁钱，是要造福全人类。
也因所违背非盈利的使命改做商业利益，所以伊要求1500亿美金的损害赔偿。也 OpenAI 反击讲转型是为着要生存，也马斯克嘛要支持盈利来赚钱，讲伊是想要主导公司，结果无成，才来提告。马斯克28日法庭顶员讲，家己伫2015年和现任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总裁布罗克曼等人做伙创立非盈利性质的 OpenAI， 想发明和启动资金拢是伊提供的，目的就是为着开发造福全人类安全的人工智慧。但是刷落来 ，OpenAI 成立盈利的子公司，大金额来得利，佮得到微软900亿美金的投资，完全反背公益的初心。马斯克指控这种行为，就敢若是对慈善机构偷摕物件、抢物件。伊请求甲 OpenAI 开放到非营利组织，替换阿特曼和布罗克曼，嘛向 OpenAI 和上大的投资者微软求上1500亿美金。伊嘛讲，这个款项会捐予 OpenAI 的非营利部门。对这 OpenAI 的律师沙维特反驳，伊讲马斯克根本就无关心人工智慧，佮毋得做公益，敢若关心家己的权利尔尔。沙维特讲，无任何记录显示讲 OpenAI 做过永久非盈利的承诺，而且马斯克迄当阵嘛是支持创设盈利部门。内部的电子邮件显示讲，伊要提议讲，伊要持有 OpenAI 55%的股权，落尾是因为无法度掌控公司才离开。另外成立 XAI 公司了后来提告，目的就是要来打击竞争对手。OpenAI 佫讲，2019年3月成立盈利部门，对要强大的算力，而且支付上好的科学家薪水，保持竞争力是真重要。另外一个被告微软是表示讲，微软敢若提供资金和合作平台，毋捌想要来控制 OpenAI， 相关投资佫做伙来动大规模的非盈利 AI 研究。对辩方的律师的投诉，28日开审进前，法官是特别告诫马斯克，莫阁想要透过社群媒体去发一寡攻击的言论啊！这暗算的审理3礼拜，在期间会团真侪科技界重量级的人士，暗算上紧在5月中就会来宣判。诉讼的结果关系到 OpenAI 未来的 IPO 计划，无可能成为 AI 公司商业化的界线。公司新闻市会长编译。命 AI 还有中国，中国串流平台爱奇艺宣布讲要发展 AI 艺人，讲有100外艺人授权，会当摕因的形、因的声来做虚拟的角色，讲会当大大增加演员的作品，也这是引起影迷强烈批评。中国串流影音平台爱奇艺的创办人兼 CEO 姜武。20日，爱奇艺世界大会上，讲起 AI 发展，表示有117位演艺人员同意，高授权甲爱奇艺 AI 影视平台纳豆 Pro 合作，加做艺人资料库的其中成员。也就是讲，未来爱奇艺的 AI 创造虚拟角色会当使用合作艺人的肖像甲声音生成。姜武也讲，透过 AI 会当予演员的作品，为1年2到4部提升到上悬14部，也会当得到像上班族同款的生活节奏。消息指出，引起中国网友的强烈谴责，认为这款的做法是减少真正演员的工作机会。也有人批评 AI 演戏真歹看，敢将观众当作公仔的。爱奇艺过长工的股价更加是大落。受到争议，也有电影 SBS The Gram 利用 AI 技术，在得到主流的授权甲支持之下，用已经过身好莱坞10部名册《方季莫》歌画演出的时间1点钟17分，电影有各片子推出，引起业界强烈的不满。尤其好莱坞演员因为演员都以 AI 技术就治疗无演来已经过身的名册中属，佮担任要角，恐惊有更较侪演员会互取代。AI is not an adversary, it's an ally. It just has to be used properly. And that's what I encourag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as a director, it's my job to make sure that no actor ever feels afraid. And I just encourage them. 镜头转到南亚印度宝莱坞，拍电影的现场，无过是摄影机、场记帮甲导演指导演员的各种声音，你是电脑拍字声，甲宗教行为有关的印度电影。摩洛耶娜当咧拍片中，其中一幕派一座山飞过场面，也以 AI 完成。长久以来努力伫打造超级大名册的经纪公司，即马当咧做打造数位大名册。I mean, in CG, it will require 80 to 100 animators to complete full length of movie, like 90 minutes of movie. So it will require 1 year, almost 1 year of time. So here we can do it with only like 15 to 20 animators, and within like 3 months or 4 months max to max. 公司新闻新罗北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天再讲节时间再会。